再来看中国第15届海峡论坛，今仔开始伫福建的厦门举行。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早起带团出发，夏立言马向执政党话话，讲若是希望两岸对话交流，讲甲做应该爱一致。昨陆委会发言人是讲哦，海峡论坛就是统战的活动，两岸敢有法度真正来进行沟通呢？因是有疑问。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昨日带党内访问团前往中国福建参加第15届海峡论坛。一年来3遍访问中国的夏立言强调，希望伊能担任两岸沟通桥梁的角色。民进党的候选人赖副总统也都说，他最想做的事情是要跟这个习近平吃晚饭。我想大家这种交流的心情我们都完全谅解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呢，这个陆委会或者是民进党能够言行一致，引用这个美国国防部长Austin 这对谈的时机呢，他说是 every time, anytime and now。这是我第一次以县长的身份参加海峡论坛哦。那当然最重要的是，我有替我们台东的农民，特别是台东的凤梨世家这个部分，我们要持续进行努力。用陆委会先正核准，国民党这边台南县长廖庆玲这边邀去，另外民众党、亲民党、新党都有派代表参加。中国方面表示，今年台湾各界有超过5000人参加，不过陆委会重申，海峡论坛是中国对台湾大型的统战活动，想要借此释放利多和特定人士。它是一个例行性的统战活动，这个千真万确。我的好朋友是在某一个庙宇当主任委员，就是俗称的庙公，他也被邀请。我说你去干嘛？然后对方要请啊，请客，然后让他请啊。他也叫一个分论坛。那这一些活动的意义是不是能够达到所谓的两岸沟通？这是一个大问号。故意不去做这样的一个正式的往来，透过海峡论坛邀请特定政党，国民党、新党、民众党，那用这样的方式，它很显然就是他们惯用的统一战线的统战手法嘛。这种政治论坛，他们还愿意去，我是很遗憾啦。今年3月拄则上任的中国对台第2号人物，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，按算第17第一遍出现伫海峡论坛，并且甲夏立言见面，讲是不是宣布上新的对台政策，正受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